主席，非常感謝范俊華議員提出原議案。國家15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加快建設海洋強國，而特區政府亦都正着手制定首份香港自身嘅5年規劃。香港嘅海域雖然有近1700平方公里，但只係大灣區整體嘅3%，對比廣東省更加係九牛一毛。所以喺規劃海洋經濟發展藍圖嘅時候，我哋一定要全盤審視粵港澳大灣區嘅潛力同埋制約。大灣區建設係國家重大戰略，香港同灣區各個城市必須協力規劃同發展。大灣區具備廣闊嘅產業腹地，喺海運物流上面，廣州、深圳同香港3地港口嘅貨物吞吐量呢，基本上同上海、寧波2大港口嘅總和並駕齊驅，都擁有航運同航空產業集群效應嘅優勢。同時，大灣區喺政策同標準對接上走喺全國前列，前海同南沙提供咗先行先試嘅政策彈性，廣東省亦都正積極推動涵蓋過百項項目嘅灣區標準清單。雖然潛力巨大，但係區內主要港口面對唔少發展限制，尤其喺推動大宗商品交易就更加要突破。受地形同水深所限，進出南沙同鹽田港嘅大型貨船，往往受到單向通行或者係水深不足嘅制約，難以容納超過30-40萬噸嘅巨型貨輪雙向行駛同停泊。同時，深圳等地方嘅土地資源並唔充裕，建立大宗商品交易倉儲同後勤用地嘅空間受限，而香港單憑自身嘅條件亦冇可能有足夠嘅發展空間。所以我哋必須打開戰略視野，放眼緊守珠江門戶嘅萬山群島，同區內城市一齊開發。萬山群島海域水深達-30至-60米，係天然嘅深水良港，完美契合巨型貨輪雙向行駛同停泊嘅需求。正正針對大灣區航運水深不足同土地受限2大痛點，借鑑東京灣區嘅經驗，通過區域協同，大力發展臨海工業同埋完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，帶動整個灣區經濟實現跨越式嘅突破。喺呢個戰略佈局之下，香港應該發揮自身嘅完善航空網絡、高效清關、成熟嘅國際金融同風險管理中心以及普通法體系等獨特優勢，實踐港資港法同港資港仲裁，為外資同港企提供最強嘅制度保障。結合上述嘅佈局，香港喺推動海洋經濟中應該提供4項核心功能。第一，能源同運輸方面，香港可以利用 Core Climate 平台，為萬山群島同南沙嘅綠色能源項目提供碳信用產品交易同結算服務。同時，透過海空貨物聯運，將萬山群島未來嘅大型港口倉儲同香港國際機場高效連接，構建海陸空多式聯運網絡，將聯運優勢折射至全球，大幅降低跨境貨物嘅時間同成本。第二，檢測認證方面，應該善用香港作為高價值冷鏈貨物中心嘅優勢，將萬山群島集散嘅高檔海產經香港無縫對接嘅物流網，極速分銷至世界各地市場。同時，香港可以同區內城市合作，推動將海產檢測以採信形式納入灣區標準，喺灣區內建立具國際公信力嘅檢測同認證中心。第三，科研方面，香港高等院校具備頂尖嘅研發實力，可以將大灣區內分校轉化為產學研基地，將海洋經濟同新能源技術嘅研發成果，透過香港嘅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，進行知識產權貿易同全方位商品化。第四，航運保險方面，香港應該落實同善用海事同專項保險業務嘅利得稅寬免措施，為萬山群島嘅海洋工程同新型島嶼開發提供風險管理。主席，作為國際航運中心，香港唔應該獨自發展，亦無需要包攬上下游全產業鏈。只要我哋同灣區兄弟城市實踐錯位發展，互相增值，發揮香港所長，貢獻國家所需，必定能夠全方位推動香港躍升，成為名副其實嘅海洋強國。主席，本人謹此陳辭。陳穎欣議員。